王说有何事？是大王的消息。大王从洛阳回来了。大王怎么了？大王在洛阳举鼎身受重伤。大王没了。会后，会后。大王已被定下谥号。什么谥号？大王一生好武，所以美视为武王。武王薨了，会后切勿伤心过度，坏了身体。大秦还需要会后整操国事。我怎能不伤心？我儿风华正茂，却在洛阳举鼎身亡，这都是人比、孟本、乌霍这些乌合之众蛊惑怂恿的结果。武王过于崇好力士，罗织宠用，才使得这些人无法无天。先王去世，把我儿交于你们辅佐。王叔若能时时指点提醒，也不至于有今日之事。会后，乌霍等人确实罪不可赦，如今已经被关入大牢，只待朝廷依法定罪。还等什么？传旨下去，车裂乌霍，腰斩人比，狐朋孟本，3人歼灭9族。是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当儿之死，怪不得你们。但只有处置了乌霍等人，才能让秦国免于天下耻笑。眼下重中之重是大秦的王位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会后说得对，武王无后，生前又从未提及储位之事。武王有兄弟10几人，大都各有封地兵马，这让朝中重臣难免担忧。国家大事，非我一深宫妇人可妄言。但王叔不知，武王在世时，确与我提及过储位之事。丹阳郡公子壮是已故魏长史之子，多年来一直由我派人悉心照料教导，人品贵重，历练有成，在他的封地丹阳也搞得风生水起。当儿一直看重这个兄弟，曾与我说，若有一日他弃世时无子息，可将王位传于公子壮。公子壮，公子壮性情木讷懦弱，先王在世时，那公子壮就总是人云亦云，亦步亦趋，从不得先王所喜。这骤然提议立他为国君，恐怕难服众人。我只是据实相告而已，具体取舍，当然还得与你们商量。虽说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但此事重大，不急在一时，还是慎重为好。
老臣在前朝还有政务打理，就先告退了。甘相是否也要慎重考虑啊？既然武王生前有话，微臣不敢置喙，只是尽力照会后的意思去办便是。那就拜托甘相了。是。楚离子，武王后，魏夫人，王叔留步，魏仪有一事请教。夫君薨了，这国事都有劳王叔主持，可这王位空置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不知这新王继位一事何时会有着落？武王后尽可宽心，秦国国君受之天命，都会按照祖宗的规制去办。什么规制？国君薨了，若有太子，则太子继位；若无太子，则后嗣继位；若无后嗣，则……这就对了。都说王叔耿直忠厚，定会秉公办事，果然不错。魏夫人此言何意？若有太子，则太子继位；若无太子，则后嗣继位。武王有后啊，望王叔明示朝堂上下，免得一个个为了争王位争得跟乌眼鸡似的。武王有后？哎呀，王叔竟然不知啊！姨儿她有喜了，武王后有了身孕，也就是说武王他有了后人。那你说这继位之事，这是何时的事情？昨日太医刚刚诊出胎脉，说已经快3个月了。虽不知是男女，但能为夫君留下血脉，自然是欣慰之事。楚离子，那这秦国的国君，既然武王后有了身孕，这继位之事，自当慎重而为。有劳楚离子。老臣告退了。魏仪有了身孕，武王后有了身孕，这立新君一事不得不缓上一缓了。为何要缓？这有了后嗣，按照规制，甘相糊涂。后嗣指的是男儿，就算武后有孕，男女未知。再说妇人产子，九死一生，其中变数极大。但王位空置，引得众公子垂涎觊觎，随时可能因互相争执而引发战乱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微臣才劝会后要三思而行。诸公子得知武王猝死，个个拥兵自重，蠢蠢而动。其中实力最强者为公子华所部，还有几位公子和他结成死党。而武王后和魏夫人背靠公子华的实力，借助腹中胎儿指令天下，轻而易举便可与会后抗衡。既然公子华是根扎手的刺，为何我们不想法子拔掉它？难啊！公子华身为长子，又有军功在身，就算有的公子们心里不服，当面也要忍气吞声。哼，制服这种人，得用巧力。我听说当年齐景公手下有3壮士，力大无比，难以辖制。齐景公将2个桃子赐给3壮士，3壮士因相争而……会后堪称足智多谋。除此之外，既然眼下王位之事是重中之重，甘相就不担忧宫外面的那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甘相不会不知道先王去世之后宫中的谣言吧？会后说的是，
先王遗诏。微臣当时也有些顾忌，不过追查了那么久，没有任何眉目，或许就是个谣言吧。可我越来越相信，那东西真的存在，还没出来，只因时机未到。会后断了迎夫人的年俸，他竟然宁可自己开荒种菜种粮，也不肯离开北郊行宫。他死守在那里，难道就是为了守一个承诺？他是在等承诏的人出现，那诏书才有用。这么说，要看紧尹夫人才是。老臣立刻派禁军将北郊行宫围起来，看那尹夫人还有什么手段可耍。右大人，快请。来了。夫人，宫外都被封锁起来了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那会后也不可能一手遮天，禁军中好歹有几个是我自己的人。你快坐下吧。你要是再不来，我真的要急死了。我在外面也替夫人着急，看着粗衣立食的，怕你整不成这等模样。倪叔企图破我就范，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称心如意。你贵为大清公主，却受如此百般折磨，如今连走路都不灵便了。病痛只是小事，眼下大清危如累卵，险象环生，是你我该把芈月和公子季请回来的时候了。但此事干系重大，需极为谨慎。若万一走漏了风声，夫人性命堪忧啊！我活到今日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你赶快回去准备马匹行装，日服夜行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盯上你啊！快走吧。夫人，走吧，快走吧。夫人保重。天这么热，还要绑这么个累赘，烦死人了。你就忍一忍吧，万一来了人看见了，我们这番筹谋不是白费了吗？忍？我怎么忍啊？这才4个月，还有半年呢。想到我就不堪重负。不堪重负的10个月，却换来终身的荣华富贵，值得。姑母，我人前还要装神弄鬼，然后你就让我松快松快吧。你这丫头这么任性，非要误了大事不可。夫人，公子来了。母亲，华儿，你还真回来了。会后召集诸公子，明日在宣誓殿上商讨新君继位之事，我岂能不来？华哥哥，听说妹妹有了身孕。身孕？喏。妹妹，你疯了！这可是欺君罔上的大罪。君在哪里？君已经死了。你就别怪他了，我们也是走投无路，才出此下策的。武王猝死，芈姝对仪儿和我马上就变了脸色。为了独揽大权，他时时都可能对我们下手。仪儿那肚子也是我们唯一的护身符。可你们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啊！等到了10个月，我们想办法从宫外抱个男婴回来，一切就可以尘埃落定了。你们打算用他来争储位？我们要用他替你换来社稷天下。
华哥哥，这南英只是一个傀儡，但他能帮我们名正言顺地得到王位。等过些时日，我们就想办法让这个孩子消失。一儿会过继你的孩儿为4君。秘书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那是自然。听说他想把公子壮那个部中用的东西扶上王位。说来也奇怪，这公子壮是魏长史的独子，而魏长史是姑母的妹妹。按理说，他应该跟我们魏家一条心呢。唉，公子壮自小被惠后抚养，已经被调教的只会看惠后的眼色行事了。可我听说，惠后这几日跟公子辉走得很近。真有此事？公子辉自被封为蜀侯后，一心做大，野心勃勃，连我都不放在眼里。这公子辉性情倦狂，目空一切，他也能听惠后的摆布。是啊，就算惠后跟他有交易，立他为国君，结果最后落得两手空空，图的是什么呀？想也没有用。明日宣誓殿上，什么都清楚了。请公子谢剑。本公子只有在面见君王时才谢剑，眼下君王何在？滚开！武王英年早逝，壮志未酬，我痛心疾首。武王刚强直理，志在开疆拓土，肆夷兵符，攻夷圣武。若不是武王刚愎自用，不肯纳谏，何来今日英年早逝？诸国都已在暗自窃喜，肆夷宾服、攻夷圣武等美事之词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公子华，武王尸骨未寒，你为人臣子应遵本分，身为武王兄长，你可知隐君之过不可非君之道理？行出于己，名生于人。以大行受大名，细行受细名。光武王一个武字，便知他生前是如何行事了。我只不过是在提醒诸位，该彰善淡恶，为后世戒。这大殿上坐着的公子，都是先王的骨血。难道只有公子华能说会道？别的公子就无话可说了吗？华哥哥，我说两句。华哥哥的见识未免偏颇了。那武字也有威强敌得、克定祸乱之意，明明是夸智多穷之物。壮弟，不用遮遮掩掩。公子华，你太过分了。就算武王有所不是，但他仍是你的兄弟，是我大秦的先王。更何况这朝堂之上皆是我秦国重臣，有你这样说话的吗？你是何人啊？哦，原来是小小蜀侯，一无公标青史，二无积德累善，你算老几啊？你再说一遍！再说一遍又如何？哎，今日请诸位公子在朝堂议事，是为了社稷国本，不可意气用事，因小失大。好了，你们都是兄弟，不要为了小事伤了骨肉情感。这几日暑气重，我亲自酿了一些蜂蜜酒，用冰镇好了，放在大家眼前，来，都尝尝吧。
这酒味道如何？会后亲自操劳，自然是好酒。酒不错，就是过于甜腻了些。武王亡故，宗庙不宁，各国都在派兵遣将，对我大秦虎视眈眈。这楚魏之事是当前大事，各公子都有何高见？这些年一直是由惠后协理武王掌管朝政，楚魏之事，自然还是惠后说了算吧。武王后已有身孕，按规制，王位应传于武王后嗣。难道此事也有异议？武王后有孕，自然是喜从天降。先且不说生男生女，这武王后临产还有大半年的光阴，王位不可空缺。我看不如先将王位定下来，待武王后产下王儿，再将王位传给武王后嗣。此事还需慢慢商议，不急在一时。来，去火气。你不提我还忘了，佳酿还需鲜果陪衬。我听说宫中果园里桃子都熟了，令人采摘了一些，怎么还不送来？怎么回事？难道桃子没有了？禀会后，桃子有是有，只是今年逢小年，园子里的桃子结得稀疏细小，端上来，只怕会败了众人的兴。世间万物皆由天赐，应当常存感恩之心，哪有那么挑剔？都端上来吧。是。上桃。这果子看着是小了一些。看，这么大，好大的桃子呀！这真是桃中之王啊！这莫非是仙桃吧？快端上来给我瞧瞧。是。怎会如此不同？禀会后，这3只桃子在果园里的确生得古怪，就是遇上丰年，也难得见如此奇异的果实啊！天意，真是天意。天有异象，必是吉兆啊！楚离子，你说呢？这老夫一生见多识广。像这样出色的桃子，还是头一次见到。这既是吉兆，我就先尝一口。但愿它能够为我大秦带来些好彩头。果然是仙桃，芳香四溢，甘甜可口。我这新酿的蜂蜜酒与之比起来，简直寡淡无味。我这儿还有2个仙桃，可不能一人独享。这第2个桃，应该给这大殿中有功之臣。你们看，会后说的是啊，应该赏给有功之臣。是啊，依你看，应该赏给谁？此人无可争议啊，自然是楚离子了。身为王叔，辅佐2代君王，功高盖世啊！甘相谬赞，微臣不敢当。王叔，实至名归。谢惠后。国有国运，
照理说，这第3个桃应该留给秦国的新国君。只是眼下王位未定，我也不知道这桃应该赐给何人。既然只有1个桃子，那不妨大家论功行赏。华哥哥说的有道理，可这大殿里的人谁也没有功劳啊！只论功劳，不论德行，这有违君子贤臣之道啊！在下蜀侯嬴辉，早年曾随武王和干相安邦定国，汗马功劳。封侯后悉心管理巴蜀，保境安民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巴蜀兴，秦国兴，这个桃自然应该是归我。公子辉当众招得表功，可惜功劳却寥寥无几。征讨魏国，谁是监军啊？函谷关大战你又在哪里？北扫义渠，西平巴蜀，东出函谷，南下商於，战战都有我嬴华的心血。这大殿上的诸位公子，哪一个敢说他在大秦的功勋册上能与我平起平坐？没错，大哥身为长子，战功赫赫。对，大哥为人公正，有勇有谋，我等愿为大哥马首是瞻。哎呀，你们知道个屁！当年父王为什么没有立嬴华为嗣？啊？就是因为他不遵秦法，在封地与旧族勾勾搭搭。嬴华他有功，哼，无德。你算有德？你在巴蜀横征暴敛，巧取豪夺，肆意搜刮民脂民膏，信口雌黄！你区一个横门军，敢在这里狂犬吠日！哎，二位公子的话也都各有道理，二位公子都是功勋卓著，在老夫看来，这个桃子还是二位公子分食了的好。干相，这桃子可以分食，王位不可以分呐！你这哪是在劝和呀？这个桃子我吃定了！休想！朝堂之上，住手！你们都住手！朝堂之上，刀怒剑，成何体统？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拿下！快走！快叫咱们的人上来！
大秦这就算完了，完了！大秦这就算完了。以后国相来了。请国相进来。是。以后，天色已晚，国相有何急事求见？微臣刚刚收到飞鸽传书，秦国诸公子为争王位，大打出手，公子辉被公子华杀死。什么？荒唐的是，此事是会后用一个桃子挑拨而起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国相请坐。啊。那眼下我燕国该如何是好？首先，我们要派出使者到咸阳去表示哀悼，目前只能静观其变了。燕国与秦国虽为手足，但秦国王位未定，情形是瞬息万变。一旦局势明朗，我们便可伺机而动。国相所言甚是，防祸于先，而不至于后伤秦。既然如此，我有一事要与国相商议。哦，以后请讲。国相可还记得秦国的质子还在继承？微臣怎么能够忘记呢？如今这秦国质子的分量已不可同日而语。既然秦国已险象环生，国相可否传令下属，对他们赐予优厚？一旦情形有变，他们也会对燕国感恩图报。以后所言极是。啊，以后过几日就是夏至，以后是否要与燕王去100里外的祖庙祭地？微臣愿随同前往。待回到京城之后，微臣即刻查访，定会将那秦国质子请回驿馆，保他们高润优渥，衣食无忧。有劳国相费心。继而明会有王者之相，梦莹有负于你们母子。你有你的难处，何况当年是我先对不住你。苏秦已将事情原委告知于我，其实我不该怪你。过去之事不必再提了。那你眼下作何打算？我想取道齐国，再回楚国。你为何不回秦国？你知道原因。就算芈姝记恨你，可她唯一的骨肉也已经没了。眼下楚位未定，而你还有继儿，你就有更大的胜算。在后宫，我见过多少人为了那个王位赴汤蹈火，奋不顾身。我不想让继儿在争斗中被碾杀。继儿聪颖好学，仁义又有才华，只要你肯，必然有人愿意帮衬。什么人能如此好心？比如诸国当中不乏有识之国君。天下没有白吃的膳食，诸国帮我，只怕都是为了讨要好处。我若应下来，也是割肉补疮吧。可继儿是王室儿女，命里就是要争的。那就等他长大了，有了去争的心性和实力。暂时不回去也好。如今淫荡已死，秦国诸公子争位，情形只怕比当年燕国更糟。想来会后芈姝此时在意的，一定是如何保住母后的位子，不会再有心为难于你。你不如先在燕国安顿下来，我让大王赐你们母子一块封地，你可把楚国、秦国的亲人都接过来。继儿还小，你可在燕国安心抚养他长大成人，招揽谋臣死士，以待将来，如何？你一心想回楚国，
不会是因为那黄公子吧？我已经辜负过他一次，绝不能再伤他的心。黄公子难得人才，若能留在燕国辅助大王，也定可大展宏图。谢大公主好意，我了解子歇为人，他绝不会留在异乡为他国驱使。我还是与他一同回楚国。我的话都出自肺腑，你再好好想想。我说过，走与不走，留与不留，全凭你自己做主。夫人，雍大人来了。拜见夫人。雍大人，快请起。夫人，大王驾崩，臣奉命迎公子季归国，商议立新君之事。你是奉何人之命而来？臣乃奉嬴夫人之命。嬴夫人？是，还有朝中许多重臣，都期盼着公子季与夫人回国。这……秦王嬴荡虽然已经驾崩，可先王留下10多位公子，就无人可立吗？据传，王后未有了身孕，但因不知男女，秘书想推举胆小懦弱的公子壮为新君。朝堂上渐渐分歧，如今已乱成一团。诸公子为争位，无人甘拜下风。刚得到眼线急报，列国纷纷派出人马前往秦国边境，打算趁火打劫。我大秦眼看就要支离破碎。如此险象环生，无人主持朝政吗？坏就坏在主持朝政的秘书身上。我在路上听说，本来诸公子在朝堂之上也只是口舌之争，没想到秘书和甘茂定下毒计，以一只桃子作为诱饵，挑逗叔和公子辉与公子华争夺王位。于是，宣誓殿演变成诸公子的练武场。公子辉血溅五步，当场毙命。本来诸公子齐聚咸阳，就危机重重。这种关头，只宜安抚，岂可挑起杀机，自招祸患？大秦之乱，就始于秘书的私心。他只想弄个人在大王的位置上当摆设，由他来把持朝政。那公子华是公子当中实力最强的，为拉拢人心，他已在封地恢复旧制，旧族们对他拥戴得很，他岂肯任凭惠后摆布？眼下怎么样了？诸公子人人自危，一夜之间纷纷逃离咸阳，回到各自封地，拉拢朝臣，招兵买马，领郡县与各路王军对峙。而咸阳军中又分成雍公子壮和惠后派，及雍公子华和卫氏一派。更有甚者，怎么？巴蜀之地因蜀侯辉猝死，再起叛乱，而义渠那边所占的几10个城池也一起反了。这么说，秦国已经四分五裂，狼烟遍地。各国诸侯都认为秦国已经完了，他们不愿意再浪费自家的军力，所以将人马纷纷驻扎在函谷关外，坐山观虎斗，看着秦国自相残杀，盼着秦国实力自我耗尽，打算在最后一刻冲进去，瓜分秦国国土。黄公子，这些都是什么人？雍瑞雍大人来了。雍大人来了，他来做什么？既然魏仪有孕，父子相继，也算是正理。芈姝执意不肯，大约是怕魏仪之子被立为大王后，魏仪成为母后，而他只能成为祖母，大权旁落。武王后身后有魏夫人支持，公子华又手握重兵，更加上魏国的干涉，芈姝的担心有其道理。芈姝的身后有楚国的势力，而诸公子的身后亦或多或少有诸国势力的身影。秦国的江山就要被他们分食一空了。
夫人，大秦朝不虑夕，全凭夫人和公子出手力挽狂澜。此话怎讲？雍大人，你不远万里来找我们，岂不知我和继儿的身后却是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如也。夫人或许不知，先王临终前曾有一道遗诏托付给嬴夫人，说若来日国中诸公子争位，当立公子继为王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难道猜疑雍瑞的话有伪？先王去世后，秘书曾将我百般折磨，追问遗诏之事。看来这是真的了。夫人，先王既有遗诏，又主意于夫人与公子继，大厦将倾，夫人理应承担重任。雍大人诧异，秦国已经危如累卵。你等怎可把这擎天之任推卸到这妇孺之辈身上？这不是让他们文力负山吗？这实属万般无奈。雍大人，你可知道玉儿母子在燕国是九死一生啊？若是他们没有活到这个时候，那这道遗诏又让谁来接呢？若真是如此，那也是大秦的气数。自从秦王嬴荡继位，早已埋下了祸根。大秦的气数要尽了，不该再拿他们母子的性命去殉葬了。皇公子误会我等之意了。你等之意，只是计较秦国的得失，根本没有为他们母子真正做打算。公子对夫人情深意重，可雍瑞也非暗室七星之人，怎么可能看着夫人白白去送死呢？好，既然你等在为他们做打算，那就说说你们的打算。玉儿母子一无兵马，二无封地钱粮，就算是有这道遗诏，若是朝中无人奉诏，那也是无用啊。朝中臣子都是先王亲自选拔，对先王忠心耿耿，人心趋利。他们对先王忠诚，那是先王可以给予他们荣华富贵。而如今呢，众公子争相拉拢他们，若是手上没有一点足够的筹码和他们交换，谁会真心在意他们母子？楚离子如今怎么样？楚离子东奔西走，四处调停，心力交瘁，如今已病倒在榻。这就是楚离子一心一意追求的政局安稳，内乱不治，外患不平，却姑息武王和弄臣，排挤忠良，妄求平稳，如今也是自食其恶果了。我离开咸阳时，曾见过楚离子。他说什么？他知道我要来燕国，什么也没说，将通关符节给了我。恐怕这咸阳城上上下下，大秦的朝臣们，真心真意能为月儿和继儿着想的，只剩你、魏冉和司马将军了吧？魏冉是司马错将军的心腹，这些年他们东伐西讨，征战无数，在军中颇有些威望。我雍氏虽不是大权在握，但也是大秦的世勋之臣，与其他家族有些往来。这是杯水车薪呐。还有，魏冉当年曾和赵国国君父子一同护送义后入燕，私交甚好。芈夫人与义后也是情谊深重，也许到时候燕国和赵国秦人争位，不要指望借他国兵马相助，否则的话，纵得王位，却可能输了江山。雍大人，你能保证你带月儿母子回秦国是条活路吗？雍大人见谅，我已备好了马车，明日一早带月儿母子接到齐国回楚国。月儿母子身单力薄，难担柱石之计，委屈雍大人白跑一趟。微臣明臣启程反秦，雍瑞深知夫人非一般妇人之见识，苟利国家，
不求富贵，还望米夫人救国救民于水火，携公子及与微臣一同反秦。我伺候夫人洗漱歇息吧，明日还要早早上路呢。是啊，我们该走哪条路？夫人心里没有主意吗？往东南是回楚国，往西是回秦国。夫人就只能走一条路。若是让你选，你会选哪条？香儿选东南回楚国。香儿离家多年，想回家了。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夫人不也曾梦回楚国吗？如今又有了黄公子，我们跟着他，可以在楚国安身立命，顺顺当当的抚养公子长大成人。你也这么想？黄公子与夫人情投意合，我们看着心里高兴。继儿睡下了吗？早就睡下了。公子今日在仿写7国不同的文字，看他把这案几弄得乱乱的。你先放那儿吧，我还想再坐一会儿，一会儿我来收拾。你也累了一日了，快去歇息吧。夫人也早些歇息。去。光这个马字，7国就各有不同的写法。想要征服列国，征土地容易，征服人心，却因为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种种障碍难。只要统一了疆土，再想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也不过是岁月光阴的事情。习俗一致了，人心自然顺服。这是寡人的志向。芈月，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抱负？但假若有一日，大秦需要芈月扶持，你万万不可以再推辞。大王，女儿羞愧，女儿有负你的期望重托了。继儿，我们要上路了，你怕不怕？母亲不怕，继儿就不怕。可万一母亲选错了路，你会不会怪母亲？不会，母亲选的路就是继儿选的路，母亲去哪，继儿就去哪。
子信。母后，怎么样？见到魏国使臣了吗？魏国使臣说，只要秦国答应将上郡15县还给魏国，魏王就可以放弃对王后和公子华的辅助。上郡15县，太过分了！不行，他们这是落井下石、乘人之危。不过，若是魏国真能倒向我们这边，倒也可作为暂且之计。那使臣说了，魏王就算放弃王后和公子华，也不会站出来推举我为秦王。他要扶植在大梁做人质的公子瑶。魏王为何选中公子瑶？他生母低微，本人也不甚出色，才被先王送去做人质。说不通，根本就说不通。那使臣说，魏王要的就是这样的秦王，不甚出色，却很听话。那公子瑶在魏国多年，对魏王言听计从。魏王叫他去东，他绝不会去西。就什么？就跟我一样。你简直就是个废物！滚！母后，还不快滚！给我滚下去！母后，公子还不快快退下，再气着会后。哦，干相，公子庄。会后，干相免礼。怎么样？找到处理子了吗？他不在府上，据说出城去了。哼，这些日子每让他进宫，他就称病，已经许久不出门了，怎么突然病又好了？据微臣所知，王叔养病，并未闭门谢客。他府上各路朝臣人来人往，热闹得很。前些日子，
还亲自送雍瑞出城，前往燕国。他们这是想干什么？微臣猜测，他们是想把芈月母子接回秦国。大胆！质子无照回母国是大罪。会后，武王已没，此刻秦国已无王无君啊！想想雍瑞与嬴夫人的关系，他亲自出马，必定和那遗诏之事有关。都到哪里去了？眼下会后芈姝占着咸阳城的王宫，魏仪和魏夫人带着一批公子华的人马，占了咸阳城外的富阳宫。各路兵马日日杀进杀出，如今城中的住户都逃到城外去了。我这一路走来，各郡县封地都在各自为政，封路割据。村村镇镇，人心惶惶，田地荒芜，集市凋敝，满目疮痍，心痛啊！这一切都是老夫的罪过。楚离子能幡然悔悟，总算不晚呐。雍瑞和芈夫人已经离开燕国多日。如今到哪儿了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赵国和燕国原先答应好护送芈夫人他们入函谷关的，但是芈夫人知道没有白得的好处啊，所以婉言谢绝了。这太危险了！听说会后已经派出多路王军，在通往咸阳的各条路上严加盘查过往车辆和人员。芈月母子要回来的消息，大概让他们也知道了，所以我也让魏冉将军带人前去迎候。眼下大秦的确也只能指望他们母子了。唉。姑母，华哥哥来信了，说是这2日情形不大对头。朝廷派了不少王军在各条道路口设了关卡，好像在抓捕什么人。不是针对我华儿或其他公子的吗？不像是。那是在抓谁呀？听说芈月带着公子季回来了。芈月回来了？据说是朝廷的一些老臣派人把他迎请回来的。这个时候迎请他回来，那一定与那道遗诏有关。姑母说的是，自先惠文王去世之后，宫里出现了不少古怪事情。先是穆坚莫名其妙的死了，后是那会后又派人将成明殿掘地3尺。据当事人说，起因都是那道遗诏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应该让那当事人这些日子把眼睛瞪大些。说起那当事人，姑母在他身上花费了不少，他靠得住吗？出卖主子的奴才全都靠不住。我们要的是他做我们的耳目，而不是他的忠心。姑母在想，芈月回来了，没准儿他能给咱们帮上大忙。当年芈月对我华儿颇有好感，还在大王那儿力荐华儿为太子。眼下我们与交房殿之间的实力在伯仲之间，既然这芈月和芈姝已成为死敌，若能与咱们联手，胜算岂不大了许多？
这都是一些粮食。哎呦，军爷！哎，别！走吧。快来人，有特色！清理了。是。哟，雍大人，我姐姐呢？在马车上。小冉，姐姐，继儿，舅舅，舅舅，这一路我的心一直悬着，见到了你，这心才落了地。听说姐姐和继儿一直遭到米叔人马的追杀，你们能安然无恙，总算是大幸。幸亏雍大人一路照应，他已经受伤，能护送我们到这儿，实属不易。多谢雍大人，此地不宜久留。照约定，我自和陪米夫人去北郊行宫，你我分头行事。雍大人放心，司马将军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继儿跟着我走，姐姐就拜托雍大人了。就此别过。继儿，走。会后，会后。怎么样？没抓住。你的人都是废物，就那么几个人也抓不住，跑哪去了？芈月和雍瑞的人马没进咸阳城，他们冲北郊行宫的方向去了。行宫不是有王军把守吗？会后，雍瑞是朝中老臣，王军里一定有他的人。都监，冯甲，即刻带人跟我去北郊行宫。是。夫人，英夫人，芈夫人，雍大人，恕我腰疾未愈，不能起身相迎。夫人无需多礼。夫人，你受伤了？啊，一点剑伤，不碍事。夫人脸色很不好看。大人走后，夫人担心大人和米八子的安危，日夜难眠，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夜。王军包围了行宫，会后3天2头派人前来搜宫。太医院忌讳会后，不敢派人来诊治。夫人的腰疾一日比一日更重，如今连走路都困难。行了，你别啰嗦了，快拿金枪药给大人疗伤。是，不碍事的。大人请随我来。去吧。1时3刻，我闭不了眼的，快去吧！那我先去了。芈夫人，来，过来。时光荏苒，我们又相见了。夫人吃苦了。别这么说，我这条命能撑着挨到今日，就是为了你。不用问，我也知道，你这1年来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的煎熬。换做别人，早就心灰意冷。你肯来，有胆量来，这说明
先王总算是没有看错人呐。嬴夫人谬赞，芈月不知是否担得起这份责任。先王留下了遗诏，传位于公子季。当日只是以备不时之需，若不是因为嬴荡愚蠢自闭，芈姝勾结权臣，弄权误国，害得大秦四分五裂，这道遗诏恐怕永远都不会免失。我说到这些，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委屈啊？天命不可违，芈月无怨言，只是要将秦国社稷江山担在肩上，芈月战战兢兢，无比惶恐。无论什么样的周折，该是天意。会后绞尽脑汁猜测，那先王的遗诏会藏在哪里？其实啊，这先王的遗诏就藏在我的身上，它可比性命都要宝贵。你要保护好它。芈月明白。撤！将军，看见有人进去了吗？没看见。看见了！冲进去！夫人，他们在砸宫门了。夫人，我们赶紧走，我们快走。不，我不走，你快带芈月走。嬴夫人，我已经完成了先王的嘱托，而你却任重道远，别让我这老夫给你们半手半脚的。嬴夫人何出此言？我能活到今日是命数，在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当中，除了初离子这个幼弟，全部先我而去，有他们在那边，即便是今日就走了，我也不会觉得孤寂。我虽为女子，为了秦国的江山社稷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无愧于列祖列宗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。你们护送芈夫人、雍大人即刻出宫，不得耽搁。是，我留在这里，多少能够拖住他们一阵。嬴夫人，记住，公子季登基之日，别忘了给我焚炉香，报个信啊！你我就此别过。有一日到了那边，再笑谈长夜。此时秦国危在旦夕，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。芈夫人，快走吧，快点，带他们两个人走，快走！芈夫人，我们走吧。嬴夫人，快走！夫人，快走啊！夫人，夫人，走吧，走吧。嬴夫人，芈夫人，快这边走，快走！芈夫人，这边请，这边是门，楼向郊外。嬴夫人，芈姝，1年未见，你令人刮目相看。我一直不愿相信，一个荒郊行宫的弃妇会隐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，没想到事与愿违。我与先王乃是亲姐弟，我知道先王一生中的全部秘密。你所说的秘密，只不过是我与他之间的又一个默契而已。先王临终之前交代我一些事情，如今
我已经把他办妥，可以随他而去了。你这是谋反叛逆！谁在叛逆？谁在谋反？你该最清楚。我是惠后，你应当臣服于我。哼！你像我？大胆！惠后息怒，眼下还是追查芈月的下落更为重要。我问你，芈月在哪儿？先王的遗诏在哪儿？你要先王的遗诏做什么？我是先王的遗孀，先王的遗诏自然应当交于我。真是好笑！我若即刻拿出这道遗诏，你真的准备奉诏吗？